今天收到九龍城的老闆發來的快遞，渣們加快速度來拆開。拆開快遞，這位粉絲老闆發來了一把這個本田雅閣的車鑰匙，叫渣們幫他改裝升級。手機控車智能液晶鑰匙，渣們拿到鑰匙，先檢測鑰匙的信號，信號檢測沒有問題，再拿出工具，把鑰匙的外殼拆開，拆開外殼，取出鑰匙的主板芯片，然後拿出來升級改裝。渣們這邊升級汽車鑰匙是不分車型的，不管你是什麼車都可以升級。先在鑰匙的主板芯片拿出來之後，再看接上渣們準備好的路線，所有按鍵給它接牢固，再接一下正負極，接好線路，再拿出液晶鑰匙，再把接好的主板裝到液晶鑰匙上面去，裝上鑰匙主板，蓋上後蓋。現在一把全新的本田車鑰匙就升級完成，非常漂亮。升級好的鑰匙可以看時間，可以觸摸操作，而且還會升級新的功能。會升級靠近車可以感應式車門，自動解鎖；離開車也會感應式車門，自動鎖車，可以預約後尾箱，可以備註車主電話，鎖車新窗，而且還可以連接手機，可以手機控車。對比一下渣們的老鑰匙，外觀檔次也完全不一樣，變得非常的有科技感。現在鑰匙升級好了，拿出檢測儀來測試鑰匙的信號按鍵，所有信號按鍵檢測正常，沒有問題就可以發回去了。喜歡的朋友點亮下。